刚刚在前面呢，我跟大家传了这个观音菩萨的64大明咒的心咒的口传，所以大家就是算是跟大家结一个法缘这样，所以那这次呢，可能大家比较有这个机缘可以从尊圣的达赖喇嘛那边接受这个法教，所以我觉得比较就怎么说，大家都很殊胜，所以很幸运，所以我也在这里呢随喜各位。然后那今天好像有人跟我说要说一些话，有关佛法的一些话。其实突然之间我也想不到什么，好像我的国语呢平时还可以，但是来很多人的时候就好像就快不行，所以呢突然之间忘记很多词，所以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其实呢大家都应该了解，就是那跟这个中国呢，就是很久以来，就是几千年来，就是有这样跟佛法很有缘分吧。但是呢，有时候我觉得可能佛法呢，有时候很多就是像我们什么佛法也好，很多法上的修行啊，可能他因为就会变成一种习俗，或者是变成一种传统。我觉得这样子应该，也许我平时把这个宗教跟精神可能比较分开来。那宗教呢，当然，那宗教它已经形成了一种习俗或者传统。那精神呢，那务必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希望呢，大家那可能不是说跟着一个传统或者形成一种比较像外在的一种形式或者仪式，这样子来修行佛法。我觉得这样子不是很圆满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就是可能自己可能先要一些感觉吧，为什么我们要修行佛法？然后呢，为什么要皈依三宝？我们可能脑子里面要比较清楚的一种概念，这样才能可以很圆满的、很如法的可以修行。不然的话，我们有时候就可能你也搞不懂你也搞不清楚，那只是跟着一种传统我们就有时候在去寺庙里面，然后就是求平安什么什么的，所以有这样的一种传统，所以可能它只是变成一种很浅的东西，不是很深入，也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好像也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吧。
所以呢，修行佛法的真正的意思就是，我自己认为，可能佛法讲究的是一种改变吧，改善我们的心啊。那改善，可能以前呢自己不那么慈悲啊，那不太就是管就别人的这样就是快乐跟痛苦吧，所以然后慢慢就是因为遇到佛法，自己有一些自己有一些感觉，然后呢好像认识到这个慈悲心的重要性，所以有点像这样子。所以呢，大家可能修行佛法之后呢，至少需要一点改变了。我觉得自己心需要一点改变，仅只是有这佛教徒的名字或者皈依三宝，这样子好像是不够的。所以呢，一定要把佛法的精神带到生活里面，然后呢，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更完美，然后那自己也是嘛。所以呢，这就是我觉得真正的这个修行佛法吧，我认为。当然我认为，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是，比如说像我自己呢，从小就是出生在佛教的家庭里面，那我的父母亲呢，他们对佛法很有信心。然后呢，7、8岁的时候就到了这个噶玛巴的祖寺，然后成长在一个佛教的很有传统、算是很有佛法的一个环境里面吧。所以呢，自己当然就会觉得自己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就是名副其实的这样的一个佛教徒吧。但是呢，有时候呢，那你是不是一个好人？我有时候自己观察，你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啊？是不是一个好人？这个问题一问的时候，我就自己有点很难回答。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应该是说，你是一个很好的佛教徒的话，应该是你是一个很好的人才对。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好像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好像是自己认为佛教徒，但其实自己还不算一个好人。所以呢，我觉得这是有点奇怪。所以呢，大家不要被这样的一种名字啊，或者这样的一种虚假的，怎么说，这样感觉来就是蒙住自己吧，就好像觉得好像自己是一个佛教徒，自己什么大圣的修行，好像有点了不起，或者有点怎么说，有点好像自己觉得有点不得了吧。但是其实呢，就是我们有问题的，就是其实我们还没有做到一个善良的人，做到一个好人。那如何能做到一个真正的修行，真正的佛教徒？所以呢，问题在于我们就是真正的把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人生，
怎么把这个变得更有意义啊，变得更有价值了。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重点了。当然大家都可能都是看起来都是我的长辈，看起来都是好像很有修行的感觉，所以呢我就不敢多说。我觉得好像再说也好像觉得自己丢脸吧。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们把有一些可能有一些重点，有一些真正的一些精髓呢不能丢失。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太专注那些精髓，那些真正的主要的一些修行啊，像我们不知道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说，有点搞糊涂。但是当然好像没有什么其他事情。那最重要就是这次你们所得到的这些法教啊，不是说我的你们在那边得到的一些法教，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好好的就是修行，好好的用在就是生活里面。因为现在就是中国就是经济开始就是发达，那经济发达的时候，就是人们对这外在的这种依赖就比较大一点，所以呢，很多人就想要赚钱，想要就是物质丰富啊，觉得物质上丰富的话，可能就会觉得可能会满足我们的这种需求，或者觉得会快乐，觉得会幸福。那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我们太依赖就是物质，但是物质的东西它是无常的，有时候变来变去，然后这样子我们的就是幸福，有时候就一些金融危机啊那些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这样的快乐跟幸福也没了。所以呢我们不能，当然我们需要一些外在的条件跟物资的这样的一种资源吧，但是我们不能太依赖这样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可能内心也是一种精神的一种怎么说啊，支持或者怎么说依靠吧，不然的话就会有时候就会很痛苦的。所以呢大家都可能需要多怎么说我也不知道，所以呢就可能就这样子了。然后就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见到大家，而且大家都就是特别选一个时间来见我，所以我自己觉得很高兴而且想要跟大家说谢谢啊，然后希望大家大家怎么说健康快乐，一切如意，谢谢。